大家好，我係蔡醫生。我做咗矯正20幾年，我發現有好多客人咧有個問題，唔止一個，有啲牙唔齊，又係缺失牙，仲有咧嗰啲骨頭咧係萎縮嘅。呢啲咧就係要我哋同大家講下呢個複雜病例。今日咧我同大家講下點樣即係矯正同埋種植聯合治療，幫呢啲客人一次過就解決好多個問題。簡單嚟講咧，就係先矯正，將牙咧排齊，然之後咧個尾個牙咧將佢推開嚟，校位置，然之後咧再種翻個缺失嘅牙齒。因為咧你缺失咗牙齒之後咧，佢中間缺失咗牙齒，個前面同後邊咧佢都會向中間尾，仲有咧上邊嘅牙齒會向下跌落嚟，然之後咧咁樣種牙咧就下低嘅嗰個牙齒尾落嚟嘅牙齒，你種翻一粒。如果係嗰種情況嚟種翻一粒嘅時咧，佢下低有個倒鈎啊，倒鈎就可以攝好多嘢，攝嘢時咧好難撩得乾淨，對旁邊自己爭個機牙咧，佢會產生一個比較容易爛牙，口腔衞生咧唔係容易清潔，所以咧呢個病例咧要我哋係先將牙齒上邊牙咧都向下跌親落嚟嘅時候咧，我要將佢向上推上去，然之後兩邊牙齒咧矯正，將佢推開直立咗之後咧，再種翻。呢個病例咧係十分之好嘅。家下咧我用畫圖嘅方式同大家講下呢個案例係點樣去矯正，點樣完成嘅。家下情況係咁樣嘅，然就係缺失咗牙齒之後，個牙咧前面嘅牙向後探，後邊嘅牙咧又向前探，然之後咧就尾向中間尾，然之後咧呢個有個倒鈎出嚟，呢個有倒鈎出嚟。咁樣情況咧就係，如果係你喺呢個位置種翻一粒釘嗰時咧，呢個倒鈎會比較大，然之後你攝嘢就比較重噶啦，所以咧會影響到呢個污糟邋遢嘢匿埋喺呢個位置咧，好容易爛牙嘅。所以咧我哋再加上咧上邊牙咧向後，牙咧係天生要對咬嘅，佢下低係冇牙齒嘅時咧，上邊牙係向下伸長嘅，所以咧變成咧呢個位置係唔平衡，就咬合唔平衡。所以咧，我哋先用矯正嘅方式，先將呢兩隻牙咧推上上邊去嘅，就係佢矯正。因為咧，我哋貼咗托槽之後咧，托咗托槽之後咧，將呢牙咧排向上排上去，然之後咧呢兩粒牙尾個牙咧向前排過去，咁樣咧將呢個中間位置擴出嚟之後咧，再嚟種翻一粒釘，咁樣嘅方式嚟解決呢個比較複雜嘅個矯正。呢個矯正咧，佢好易排齊嘅同時咧，佢因為佢伸長咗，因為佢你想話要將佢抬上去冇咁易嘅，因為你可能要打個種植支抗釘，將佢咧升上去，然之後下低咧又要露埋嘅嗰啲擴弓嘅彈簧啊，咁樣擴出嚟。咁嘅方式將佢推開嚟，然之後咧再種翻一個直體咁樣嘅情況。呢個案例咧就係咁樣處理嘅。